เราตัวไหนเป็นไหนเขาเขียนหอหนึ่งตัวไหนเป็นไหน走嘅等。哇，睇只冇一做去。哦。呢禮拜咧，我咪到底係咁樣講潮你冇幫助哈。呢禮拜話題咧是食錯，食錯人知食錯什麼意思？小人家，對哦。係咩錯？Jealous。你唔知啊？有三年幾？你唔知啊？幾3年？真久冇食啊。真久冇食錯啊？所以冇錯食是啊？對。食錯啊？你有咩？食錯？做咩事叫？我曉食杜卡錯呢？你本冇水水啊！我咪煮。哇！杜卡錯就好食哦。我咪煮啊！禮拜煮未？咱講你講料是特別煮杜卡錯冇阿妹食嘢嘛，咪等個 weekend 嘅。了 OK 啦，講到你食錯。食錯。這都冇睇你食錯嘅啫，都冇又轉，你看到？食咩錯？啊，一啲咧都冇睇食咧。你聲啊，有啊。對。我係muốn食錯。是啊。所以都冇睇食錯。呢個。cái đồ xe này nó xí rồi nè, ôi gà chặt hủ nhá nó chỗ. Ôi có chặt đi. Ôi tụi bay, ôi lúc á tụi bay gà cho này phải to cầm béo cả gì á. Sao pro. Sao pro bị vậy? Tính bị lúc kia béo muốn thiệt điều. Điều vui thôi. Cuối cùng cũng thay điều, lão cao cao muốn thiệt điều. OK， 我咪chặt chó xí à chặt chó. 你其實經驗過食錯啲，你食錯咩？食到嗰時拍胎啊！食錯咩？食到嗰時拍胎，梗係食錯。食錯啊！我只成日你嘅朋友啊，較談人較濟，你朋友較濟啊，然後咧你冇特別食錯，係咪使？未嗰時一人啊。未喎。OK 了，感謝就笑啲啊！食錯啊！我講笑啫。你講錯啊！食錯。嚟唔到 topic 啊！嚟唔到 topic。未有食錯。錯事咧？食錯啊！你無講隻人豆水咧，嗬，冇咩錯字啊！只安全過頭，安全過頭。未歹，好。你會成日嗱，講出嚟啊！你未成日講，你會成日講，你感覺到安全啦，個會食錯。你會成日學你 boyfriend 啊 girlfriend。我同你講一個 incident 啊，我講我朋友嘅 incident 啊。伊食錯 because of 伊個 boyfriend 嗬 post 一個查某在，因為講伊個 boyfriend 翕家己咧翕後尾個 driver 是一個水查某誒，咧伊 post 去 Facebook 會講got a pretty driver 係咪 driver 去佚佗啊？你看啊，แล้ว佢後邊個半秒啊！GG 哥，打包 post 打包。伊個打包波勢，打包家己波勢，咧伊個查某我真無用啊咯。伊查某我真無用，本來同我真長啊 Q， 反正個女神啊，反正嘛，咧個講啊咯，個寫到一大堆到 Facebook 講是講一個查某去加底頭毛個是袂留戀嘅，安尼款咯。咧個去加頭毛咯，加 post 去啊，加到一邊，咧講咧無配合伊個查某到去comment 裡面講名，你就有講，咧你去因為有時到去啊講去拍會白嘅嘛，你就了，你知啊，你到拍白嘅，你個特別
接受安怎的人嘛对，你家己嘛是去捌对，伊查甫个有食你吵过，伊查甫稳点点。你去 clubbing 嘅時，你家己搭對查某無特別有查甫嘛，無你起來做咩？對。對，然後我成奇怪咯，然後我寶貝伊查甫個講你今年你個已經betray我3道我穩點點。你是裝去，你本點我本是點點啊，反佢接受你 because 我愛你嘛，反咯。然後寶貝查某本無 comment 係咪咯？然後寶貝頭我去加嘅地啊。算啦。不加地啊，不加地啊，然後咪 loop 唔知安怎咯。一個是到 Facebook，所以 Facebook 成日害死人嘅都就係。特別係下面物件冇 post 起嘅，你家己嘅 feeling 落 down 啊，落極善滿好啊，你本無需要去安尼款 post 個開世界人看嘛對。即係人 post 啊。你講大家己真優異嘅啫，就真無辜咧，你就咧無人去吸成啲大波，你直直單吼，一隻 post 起嚟大波嚟㗎啦，咩大波？哦，即係大波梗係無好呢，係咪？特別你無看到伊查某另外一邊啊，查某家己知查某嘅事嘅，你知哦？是講咱知話點點好啊咯，你家己激心嘛激心好啊咯，你 share 你 happiness 好啊。我未覺中啊，你知食錯意思喎，接落嚟。食錯是係咪 jealousy 嘅意思啊？jealousy 是人屬別人嘅意思，還是想講食錯別人嘅物件呢？其實你成日講啦，你識路攞嚟去當時喲。哎呀，係咪聲來啊你？冇啊，我等波 background music。你我是人稀罕啫喎。卡吹得。佢最得啲困氣啊！等嘢，我甲伊 communicate 啫，等嘢嚇。communicate。不，應該。所以你頭先你講是 Facebook 人用 Facebook 啊 Twitter 去成個做成地那款人。有時講你報實際啲效應嘅時候嚇，有啲人食錯啦。不過我時講食錯係較快，但係唔是講拍拖是食錯嘅。你食錯講成日講你或者你當書啊，啥物嗬？當書的，當書是啥物？當書是啥物 ？coworker。哦，當書是 coworker 啊。所以你成日當書講人做，你看咧特別你頭家較細，暑假你當書較濟個你啊。我唔捌有嘅你看你經驗。我喺公司就濟咯，特別我無去 jealous 本來就啲。特別啦，有一個有啦，有一個是我嘅同事有一間伊要交飲料，然後另外一間同事咧，伊個真白兔嘅，你知？伊成日其實佢們交飲，伊家己無肯交飲啊。你成日其實伊本在我有 boyfriend 吼，伊本真 jealous 啫。伊無甲你講話，無出聲咯。那個有，我有一間同事吼，伊要交飲啊嘛，10個月時啊，伊個問哦，你新娘3000個節呢？喲，答，解答。然後你去翕嘅迄個咩 pre-wedding 嘅迄個 photo 啊，有真水呢？伊特啲 Photoshop 甲無上喺裏邊呢嚇，伊甲咱講安款水嘅畫表無去插伊。對啦。你家己無肯交因嘛 ？because 你感覺伊是真水嘅，你知哦？你個無 boyfriend 哦，個無人愛哦。你講外款，你個再講，你袂去。我咪特正講嚟啦，我本無甲別個同事講係咪？特別人看到我面咧，是人有聽唔起啦嚇。就見到冇。成個亮光嘅咧，冚呢邊。冇病都冇講名就掉啦。係啦，冇講。冇啦，阿俊啊，阿俊，我諗冇蝦米經驗，食菜嘅感覺，因為咱徛啲啊，細漢甲大漢啊，咱嘅嘛個啲甲人啊，人若是感覺食菜物件是真正細心嘅人呀，做呢款嘅啊，咱無蝦米事呢款嘅啦。先講你看你安怎講colleague？安怎講colleague 佢知道？
桐树，桐树啦，若是看到你嘅桐樹啊，彈開物件，你歡喜互伊爾咯，就好啦。對，咯。你水嘅。較濟會 jealous 人就是伊無 confident 嘅人，才會去 jealous 人。嚇，因為家己有事嘅人，我想較濟啦，啊。因較濟家己散有時，唔是散有時，我因無 confident 啊，所以因對安怎講？你看人好過伊無嘅物件，伊咪去 jealous 人咯。伊甲安款嘅人是甲 negative 嘅無好嘅就安款。是你看即邊做人。啲英國啊，睇下我睇啲新聞啊，人講人用 Facebook 甲 Twitter 去拍你去做，安怎講拍到啊，你拍到個你一個查某啦，拍拖個一個查某啦，看你查某去找別個查甫嘅時陣，若是起性地，你袂使拍出你嘅查某嘅小影喺 Facebook 啊，互人看伊成個無穿衫，你看成個 revenge 喺 Twitter 你看，你若是做啦，你係馬大來掠你嘅啊，睇下啲咁樣。英國你這樣做，你可能看佢。Hello，我隻杜卡錯，我隻杜卡錯。我就會嗰隻吉他錯呢。吉他錯真係我係咪講杜卡冇杜卡啦？係吉他錯有啦。唔是無啦，你想講啦，較英嘛？哇，嗰唔是隻錯啊，隻杜卡錯啊。隻杜卡錯，杜卡係錯。好聊啊。杜卡係錯，我是杜卡。因為我講你不敢隻杜卡錯。我唔敢隻杜卡啦。我冇下面隻杜卡。你唔敢隻杜卡，博那個都冇隻咩？我唔是講唔敢隻啦，我係隻啦，但係我冇下面。我冇咪suka 食，因為伊是配甲配㗎嘛。你是無 edited 你？係啦。哎呦，英國點？你對嚟我坐落去，英國點？你對嚟我坐落去，400隻煎杜卡。哦，煎嘅杜卡，誒，杜卡，咖喱啊，crop 啊，哎呦，好料啊！煎嘅杜卡，那隻小白配你睇下。對吧？不過是伊出名，伊是拜年來，伊唔是咱 restaurant 食嘅，迄個安怎講？博那個 German 博那個，誒，呢，伊是咱落嚇？做咩？特別咧，德國鹹豬手成咩骨頭咧？我唔知啦，聽人講。我未食過。你是而家真係德國嘅菜嚟咩？德國嘅豬嘅卡。recipe 個 because 要幫一種嘅菜啲鹹菜嘛。sauerkraut 對。sauerkraut 伊唔是鹹啦，是酸酸嘅啦。酸咱叫酸菜對。甜叫酸酸嘅款。哦，大粒頭嚟啊，大粒頭。Hello。Hello。歡迎大粒頭，隻錯。隻錯，後面隻錯。你隻錯係邊個？ตัวหลับเขาบอกกับคุณแช่อีจบกันจะชอสีอี literally 是只 vinegar 啦ชออ๋อชอ有人一定人本來有大人講只ชอ就是做㗎if做工啊做咩I think 做工啦我 I stand to be corrected 係咪冇啦jealousy 隻錯。我隔離講，我把路青呀，我 wake up，多粒頭。咩對面出去？我俾個人講，咱肯定個啲人講你隻唔有，未講你隻係錯。都同邊個？我講嘅係錯性，我未講嘅係錯，唔是隻嘅係錯嘛？你講係咩？膽係錯係咩？膽係錯就是隻誒，你講啊？你講嘛？你我先啊 ，turn on。打咩錯事？打咩錯咪是咱食咧 vinegar。了，但係錯咧就是。jealousy。哦，睇到，我嘛。聽到。聽到。膽錯個打錯，唔是，唔是打。
dry and wet 個膽 OK，我夠了解啊。我覺得我房間啊， OK 我發現龜頭亂都未打。錯咧，你什麼那個食錯嘛？食錯係咩事？食錯咧係講，你食到啲到頂啦，食青嘅時候，你食胡刺時候，如果你食錯，你意思就是為你食淡錯啦，就是正錯。有陣時講你朋友啊，走去得嚟冇招咯。girlfriend 啊 ，boyfriend 啊，去得嚟下去夾別人出去啊，你咪是食錯是打錯。這個中國伊人北京嘅 Northern Side 伊人屬於溫錯嘅，無溫豆油嘅。啊，少。成個人樣係錯硬錯係蒜頭多了。錯係蒜頭啊 ！OK， 等陣講佢你打，我俾講打錯。佢使講個字啊！真正嘅。你講咗我未講咗，你講到你拍拖時，你會食錯，拍拖係食錯嚇。Sometimes 是阮是，較濟頭一擺啊。阮是有本特別，阮是partly because of 你家己嘅 confidence 本啊，然後另外一個就是trust 咯，你會看伊你大人嘅 relationship 安怎啦？哦。特別食錯呢嚇，你特別即個當劍啦，咧食幾年咧嚇，咱講做食幾年咧嚇。都冇咪吞隻錯咧，你都食下先啊！你關事，你真正相信啊！你變咗冇咪隻錯去咯。因為伊變出來人啊嘛，你對有 confidence 啊嘛。OK，let's say 我未答波看嚇。Actually 未使講嘅呢，出來人有 confidence actually 未使講呢。你答咩咧？你知啦。講 in general cases， 有大人你 assume that the family 啊，特別 sometimes 你會唔知。in general situation 啦。我未了頭我未了 ，because only straight guy here now 。Yeah， 我哋食嘢咁。那時我未了，那時講不，嗰個係幾嘛？特別係幾個一人啊。幾三年本，我咪係，那是講你打波啦嚇，打波那是你拍拖個查波啦。你會使你看查波啦，你看別個查波，就是你看別個查波啊，你甲你 girlfriend 就係你看，你會成個，你在 naturally 你目睭就是會看咧嘛，看到個水對唔對，明白哦？所以你那是講你交個朋友還是你冇啲事，你要啲咪去看，目睭硬咪看咧，你驚講你冇還是你個 friend 就錯。我看了 after that 我教我冇講，she's very good looking。有見你嘛嚇？然後我冇講，she's very good looking。OK， that means 你冇明白啦 ，that means 你 trust 你冇，但你 trust 較 strong 啦，但所以你人看做嘛，有啲人我就是咪講就是。有你拍拖時，哇，大把活路啊！大把對唔對 ？It depends on 你the person that 你拍拖，你人 depends on 你嘅 level understanding 咯。對。Then it also depends on 你suka嘅人。人 suka 你 in what level? Because 人 suka each other 有一個 level 嘅。for example, okay. One example 就是你 suka 嘅人 is because 佢哋人水，查某水或查某 handsome. If you suka that level, then 冇咁 strong 咯。然後有啲咧就是你 suka 你 ignore appearance， tapi lu commonality 成個 character behavior 係你較 strong 冇講學嘅話講你頭腦會啱特別唔是是跟他看水嘅啦你縮電講嘅啫縮電你呢唔是頭腦啦behavior 成個對寬啊，哇！即係毛毛股是做咩啊？唔會拍電啊！唔是話，波頭個，唔是話。
第三个咧就是要乱毛毛菇啊，第三个咧就是你的幻想，甲你无会幻想 ，and at the same time，你知你的无伊伫想啥物，了你无知你伫想啥物，能讲嘅。对。means 像个一个 psychic 嘅 connection 嘅咧。默契。If 你then most probably 你 bond 較 strong 啊。了解。特別我咪講嘅就是，你先嘅事啦，你絕對是。你就是先先拍拖嘅時候，我唔會諗家己啦，諗家己就錯。你先先拍拖嘅時，就是你特別 slow，你別是講頭一節，我頭一節八年啊，我係對你 relationship 到呢 level 嚟嘛。所以你後尾教你地步嘅時候，你特別是較食菜嘛。當會記，當隨足夠食菜，人是唔夠食菜。毛毛哥 ，Yes， 你夠食菜？夠。老實啦，有影啦。對啦。你講我唔是講對食愛啦，無食愛啦。你食 reasonable， 你莫講無 reason 嘅，你無厘頭啊，去食到沙拉啦。你就是真夠食菜人，是算嚟滿食菜，你黑潮就邊個根本。特別我是會講，你講按怎隨做食菜，咱咪講白看嘛。嗱，先講啊 ，OK， 你成日講讓老人出去，都頭嘅時啦，無你發頭嘅時。哦，但馬路本會喎。啊，馬路本會 ，OK。馬路本會喎。咱就是行咧時候。我會㗎。我等陣先，我去隔壁講，呢度。佢物件敢若特別敢若走去隔壁房嘅成個話嚟講。你乜走嚟隔壁啊？個班長嘅人講。我隔壁第一個 reason 咧，就是講伊個聲上亂咯，伊困嘅聲。第二咧，就是袂使互伊聽到嘅。你冇聽對百分之唔聽咩？那百分之唔聽。我 download 互伊時，咪 download 一個 episode 啦。我冇驚，我所以面前冇假講。來 ，OK， 你毛毛菇走過去啊。我再來啦，我食錯是為伊會買物件互我甲互別人嘅時，了value 無相。因為腦殼嘢過咗。John。嚇！會先無白，我會先無白人嘅喎。等下毛毛菇講嘅這物件，成日買物件有 value 嗬。但開始講啊，我 boyfriend 啊，伊是一個安怎講啊？伊特會看到，開始講伊買一個，等住伊買一個 Starbucks 嘅 tumbler 啦。我係指生日嘛，然後我甲伊白白揀一個互我指哦。了不買看我干那用哆啦 A 夢爾嚟囡仔嘅水罐嘛，伊家己會買幾時嘛？伊去買一個 tumbler 互我本嘅嗰種。我咧冇啦，免吞食菜落嚟，我俾聽毛毛菇嘅 juicy 嚟講啊，你 value 情態就成日都梗係咁夾食菜咧。即是講 maybe 10塊入邊咯。不，了個有，伊迄個 the way 伊買，伊用心去揀嘅時，甲無用心去揀嘅時，迄個本會 affect 到，迄個本會影響到嘅。到對方吼，我無管講是蝦米人，我本會食。even sometimes 但是伊買物件吼，伊個 sister 啦嚇，我本會個人嘅喎。按怎講伊買會較好，我買會無好嘅。等陣你等我冇清楚先，你是講伊買較好，伊買唔好意思是講伊買好多物件較無比買，然後伊是說物件好。OK， 白是電器啦，白是買電器，一個是 S 嘟，一個是 pen 嘟啦嚇。所以說伊買 S 嘟可以，按照伊買 pen 嘟好啊呢？哦冇。因為按照講，知唔知呢？知唔知評價呢？知啦 ，because 那是伊是講迄個是 audio system 嘅，就是 S 嘟較好啦 ，pen 嘟無好嘛，所以說買 pen 嘟好啊呢？數嘟係，S 嘟是數嘟係。
哈，嘟你，嘟你那是手嘟啦，S 嘟講 S 嘟啊，你病嘟什麼嚟？病嘟什麼？病得傻嘟。病得傻嘟。我大個病嘟嘟嘟。這個嘟嘟人的聲。嘟嘟嘟啊，病嘟嘟嘟。手嘟的嘟。啊，你大個病嘟嘟嘟係誰？怎麼講講飛機是啊？佢個屎啊！即係導嘅講，你嘟嘅飛機。嘟嘅飛機笑死啊！安咗，講得太好味啦！飛機，我蒙古都未記啊，我蒙古。我跨過我蒙古食錯。講。OK，一個 OK， 咱講下。OK， 講這邊無蝦米 offend 嚇。人講嗬，伊講嗬，等啲加 Patrick 去食梅了掹走了我冇梅啦，佢梅講 Who can and 豆冇嘛？你求講伊啲我面頭前講伊 and 豆喎。OK 嘛你。我真你講掉你會記哦，咱去食飯嘅時。會記啦。我咪知，because 這是真正常嘅物件啦，真正對人冇人嚟看嘅。你會講rasa 講rasa 講你兩人拍拖啦，然後拄到另外一個人是成個安針淡薄啦，伊成個講會 threatening 淡薄，但講你either是另外一個人行來咧，是你行走嘅時，你看到你朋友啊，你 boyfriend 還是你翁還是你某啊，講解講話講個只甜啊，只好傾啊，你一個只水只人豆嘅，攞嚟只炒，冇佢就得會啦，會啦，對啦，包會啦，你說我梅啦，伊都講伊個搭架都爽啊，是啊，以前有人豆啊，哇，我地表死啊！我俾你講話咩？你咁咪講騙話？好就係鬧事咋，呢邊平都埋晒。嗱，嘅先講人頭俾嘅個老公冇水啦，你佢個知咯。對啊。特別伊個人豆都咁好看。冇一邊伊直頭講㗎了喎。呢個問得好笑吧？你咪鬧事。呢個冇被笑吧？阿 John， 一邊騙你，因為伊 action 啊，一邊騙你。伊若是攞一部人豆啊，伊無咧用心嚟講話。這個毛毛菇啊，真係 astute 啫，我講唔聽，我捌看過伊食菜。好料，真講都好料。毛毛菇，你冇得貓你叫。我冇video啦。嚟，我都食粗邊。我今日可以會記講下你食菜嘅時間，你會記我毛毛菇。係啦，咁接啦 ，next。我講其實這個物件唔是講，你有清楚啦 ，of course 有㗎，你也是講起來，你成個講，你解釋起來慢慢講是 OK， 你講就 OK，maybe 是 confidence， 是self-esteem or trust level 安尼，但係你唔是安尼簡單嘅物件，就只錯，你別成日講，你想講你有 confidence， 你就有 confidence， 你有人成成看到只錯，人是成成看到只錯，你別 control 你 emotion， 對唔對，媽媽講？對啦 ，even though 你行10年是安尼看，行20年本是安尼看嘅啦。Because 你開暑假醫療嘅事，特別係你對你講嘢離開你走去法，特別好我一個我自己本身嘅經驗啦，我是頭嘅時頭嘅差唔多1年嘅時候，1年啦，不是，我時嘅時搞隻頭，唔是
I think 這個就錯 because 我真冇 experience 嘅時候，我自己冇咩經驗嘛，所以我就驚講我成日 feel 到自己成個特行面嘅覺得冇夠好，可能冇夠 quality 啊，所以咧反正就夠就錯咯。嗱，做他們說哦，你是我冇好嘅時候，你可能亂咗咋。แล้วกูยังสิบอกกับใจก้องโอ้คนนั้นรูปบัตรเนี่ยใจก้องอีนั่นสิดูรูปสิเมียนะครับเนี่ยหันแล้วกับบุกับประมาณกับบุเหรอตอนนี้จะช้อนล่ะจะ actually อันนี้ควรสิอันนี้ควรสิ講 low 冇 confidence 梗係隻錯啦，對哦，冇 confidence 未隻錯嘛，對哦，頭 confidence 本下本咯，我感覺。你啦，你嗰時感覺伊是最好嘅啊嘛，做咩屬於嘅對伊較好咧？都屬於冇對咯。App Store no absolutely 就是啊。冇你小嗰時係唔會媽咪俾開伊 Google 媽咪有了，媽咪有伊 Google 嚟 app 了，所以講 no thanks。媽咪就錯。媽咪就錯。係咪？按照媽咪就錯，啊媽咪就錯。你亂講咪貴。你講媽咪就錯。媽咪就錯。媽哪有講嘅呢？冇肯聽嘅。我媽咪嘅。我話先係你對哪樣 lesson 你 internet ก็ OK 啊แต่มา internet บานดันว่าไอ้เพย์ป้ายเจ้าว่าป้ายเสียสาแล้วว่ามีคนรู้จักชอมารู้พัฒนารู้จักจะชอหลังเขารู้สึกจ้ะว่า lesson ฮะ lesson ก็รู้จะว่าเป็นอยู่คิดกันจะ見啦，攞咗隻腳咧，是要隻打波隻人鬥嘅。แล้ว嚟嘅講話講嘅估呢隻錯。我咪會記俾 colleague 是後面話。我當數。哦 sorry 啊 John sorry 當數是 colleague 咯。colleague 啊 colleague 得。colleague 你做緊嘅 colleague。colleague 是當數。不是做 colleague 是當數。當數，我別記寫咯啊，當數。媽咪有借 pen 冇？媽咪冇 pen 啊。當數是嗰啲。我覺得講你就錯嘅講數啊。啲 F 會啊 ，F 被讀啊，你點 like 啊 ，like 人朋友小英啊，點 like 啊 ，like 你 like 你啊，以為就錯啦，聽過冇？哦，你未使拉別人嘅 app 咧嚇，你是特別樣是 already 有錄啊嚇。冇，意思講安怎你 like 嘅，有當時是你朋友是 photographer，你去 like 嘛，你 feedback 講安怎你 like 嘅查某。你係 girlfriend 啊？但我想到這裡我就錯啊，我想掉啦。來。想掉，我仲未想掉啊。佢好定住好。我講我 boyfriend 要 apply 攞電嘅 Starbucks 卡嘛，你好，要一電話個講要好話，你就，我講講免啦，你打特別個 customer 去食物件嘛，你係你卡你燒掉，because 我買料你都睇哦，我自己唔夠，我自己冇禮貌，我講我冇禮貌，然後伊感覺講我教我朋友出去我使用，然後我話講免啦，你燒掉，你就嚟邊個 credit 個嘛，你計用去哦，你咪講肯料你好我用嘛。你真係幾好啊，咪人哦！係朋友，幾好嘅朋友。而家學住你小妹妹都知哦。嗰時幾好嘅朋友。嗰時一張架伊安怎講下？伊嗰唔是隻壁情成張成嗱嗱妹啊種嘅啊，咁我就係試病我嘅講，冇啦，一時我劇就話講，我叫戰隻劇爆咯，你叫可直接交去沙北格。我真係見過時我啲劇做埋啦，劇過啊！我同你講我就係講話，我嘅個冧咧，我嘅結唔咁用嘅，我是我買到我點見你都知哦，你講啊，而學住你小妹妹講日堆奶。劇過好咯，劇過好咯。你係先。我計講佢表就。不得我不買連 Starbucks 都買坐嘅 Starbucks 啊！你自己去搞你小妹妹去個嘢。哇！這個小妹妹假錯little 小妹妹啊 ，little sister God sister 啦。咁啊。小妹見啦，就冇見啦。
OK，卡小妹啊，卡小妹。有咩事？我唔讀嘅。卡小妹卡小妹無白超無白紅線，只有乜都哦。rumah panjang，你食錯個小氣。OK，媽咪俾嚟侵喎。你知300塊嚟，300塊裏邊嘅 credit 落地哦，你裏邊有300幾塊都制哦。哇，你個家小氣。係啦，你其實講食錯嘅小氣。我是 feel 到講嗬，我是 feel 到講他條格咧，伊 baby 留到成句邊夠用，because 個 customer 去啉水，慢慢了累咗啲。冇，你 lesson 咧，就是講你特別看老師，你嗌嚟講就講係，特別係講，我是按那時你冇用嚟講我個。對。我當我講一句啊，我買本好都別做。The problem 是係咩咗？伊同乜講阿妹一句，伊講伊阿爸伊本不愛接氣，係你 startup 裏面啉咖啡咧。你講伊小氣冇？伊講緊小氣嘅，伊真係小氣。冇啦，John 叫啊，那是頭先講佢老師嘅要做數量咯。杜蘭咯。什麼地下錯容易杜蘭咧？你講什？因為我真係我冇練過 B 嘅，我真係冇練過 B。特別咧，伊邊學話我比較，你平地我喺你時候咩突然之間伊做累嘅，你就咧個時候學伊啊，我個基本冇開嘢累咯。你 OK， 那是學別人，即係伊學即係啊。呢啲伊學嘢。還有類似。應該咯講。然後呢？我知我 OK， 我知 OK，because 我知人有練嘛，然後就個學家己人嘛對哦。我咧前年睇天唔捌看過兩年，伊可拄着伊一開看到有300，伊上尾受計搶去啊咯就，夠錄咯就。OK， 我問大媽是直咧細聲過三年伊到底伊爸母嘅厝內面講話較細聲的，來，但係你冇講咩？講咩？大媽你唔是咪講something嘅啊？講嘅嘛。講，我攞杜下邊做杜蘭嘅。我講啊，你叫你嘛嚟講下我毛啲。你係食錯啫。你會唔會講俾 apply 一條線啊？我冇買啊，我講我自己 apply。你咪是叫食錯咯，對咯。係啦，個時候我哋表，特別講我都冇 apply 啦。你 OK，你看條價，迄個連拉你會食錯你個價價。係你我冇啦，係你我自己冇拉嘛，我自己冇拉 and 打波啊。咁梅魯人啊，係啦，你波路人係做個朋友啦。換我哋 Facebook， 依個就係 Facebook 依學路仔，嗰隻 Facebook 依部學路仔你係食錯。幾好？解啊！你講。會啊。解啊！你個 problem 咩？Maybe 我係是講我可能姐我係boyfriend 介紹講，冇啦，一個是我 at 個你嘅啊，一個是 at 家己厝內人嘅嘛。一部是別家無相嘅，所以我 at 你是 at 到厝內人嘅，無 at 你到個你嘅咯。冇相嘅，爸我冇相喎。一般我咧。做咩幾大？成日我甲我揾幾哪裡account嘅，有我揾幾哪裡account嘅，但係我人幾哪裡account嘅，真都是無相。特別無，那是伊做伊幾哪 account，特別你唔知講伊有幾哪 account，你個無相，我知啊。我你啲病。但你唔知 OK， 要你唔知講，特別你無插啊，你對知講 what is the reason？對。一唔加下都知，定咩是 something fishy 啊？哦。有。特別即係打波特別看下佢啊哋。打波特別看下佢係咩數？先買個 A 嘛。先買個 A 啦，特別叫本來特別都是看伊個有啥物咯。我到到隨住啲嘢講啊，講Facebook at 到東西個嘅啫嚇，每到啲人都過嚟。even 用對在理由嘅，其實用了你唔在意嘅理由，即個物件用做蝦米物件？我嗰時我梅魯人哦，魯人捌食錯價魯8毛。捌。你講confirm 5，即係 confirm 5，即個。
對伊個較好，對伊較無好咁啦，看下，是咯。有啦，特別無啦，你看你就我就派做人，我罵字就正。講出嚟。我可能每度食啲大廠，你啦，乜都食把錯冇啦。有啦，又 close。有啦，就啲同於人隻錯啊，就匿埋嚟已經躲啦。嚇？講隻錯？喂，屌！我係隻錯，呢隻公平嘅。同於影頭錯啦。你 try 個啡，伊人就別呢隻錯啦。咱囝個老白白曬人嘛對，有的人會講袂曉，一般就無相啦，所以都袂怪。伊毋是食錯呢，就伊I mean 無蘇加伊 brother 還是無蘇加伊啊？你做海人啥無親戚下啲啊？無好啊，你袂使做海人無白。我來這邊 I agree。我帶伊過一萬萬，我過來這邊大萬萬，我都真係見啦。快啦，你做白，快做較平等咯。較 fair 人做邊呢？安尼款白食try our best 啦。你個咩冇隻錯啊？講得出嚟啊！我未聽啊，即個加工，我未聽加工嘅。我啱食錯啦，嚟教我講話。你特擺啦，咁講話講緊你估你啱冇食錯咩？冇啦，我一知嘅嘛。咧，一知嘅 ，because 我甲伊講嘅嘛，了我甲人講話，我無 neglect 伊嘅啊，我頭晚甲你講話一半，我去煮鹹糊骨牛奶互伊食呀。鹹糊骨牛奶哦。好食。我煮飯。我冇食錯啦。我煮飯，我煮鹹糊骨牛奶放掉，了甲伊講你落嚟食，了我到邊嚟講話，我都無，我若是講啊。我甲伊講話幾次了，無猜伊食錯啦。對啦，乜咧會？定住去新加坡拄啊，少食錯。對啦，哎呦，阿 John。呢句話啊，話已經拄啊。係已經拄嚕，伊袂食錯啦。我甲處處人講話，伊本無食錯，特別我甲我媽講話，甲鬼食錯。哦。啥物事？你大隻就講話甲你媽，有冇啊？救命！我俾問啊，哎呀 ，sorry。應該當你有啥家己食錯經驗 experience？我有一無啦。你冇錯咩？我無啦，我無。細漢時 maybe 可能有。對，細漢時啊。大漢乜冇啊？你說你冇插啦，特別啦。John，你細漢嘅時個食錯呢，大漢你會曉想，然後就去食錯。係啦。本啊，有當時是實在你心強就本嘅，你愛食就乜嘢，有當時心就袂。無啦，我講你食項物件啦，我真係細漢嘅時，我阿公即是我當咗讀講嘅阿公啊。我係大哥甲我係二哥啊，伊人。考冊嘅時啊，伊人真係搞呀！伊人若是趁上加 top of the class， 上加真正管嘅嘛，咁樣啊。我係阿公真係去學佬伊人咁樣係咪啦？都有一年伊人兩人做真正好啦，啲伊考冊是做真正好，所以我係阿公學伊人，一人就是表，伊人可能入手表。手表哈，真正好嘅漂嘅手表是Switzerland 嘅手表。哈，特別伊學伊人攞咧啊，伊無學我，無學我。特別我本時真係細漢個啦，我想伊人是差不多我大哥10歲，然後我二哥8歲，所以我冇個6歲呢。啊，我本時未曉講點聲本啊，我未曉看點聲本。特別我錯啦第一刀呢我會經驗即係感覺就好。伊買來本我是運動，你知咩事無？
係你試啊，係你試去大學時，我啲 project 我係 medical 嘅，我係做陸軍嘅 project 啊，我係講貴先。แล้วว่ามากระเทียใจว่าก็ว่า講真正親嘅嘛。所以人無講我聽就無，人驚我聽到了我偏行課。我未做好，我過程。我過程過了，人個講我聽。แล้ว你就買來係咪無？伊家己嘅事情，伊嘅家己嘅事情啊，我話。邊個時政？時政，我按照講嘅時政係啲那邊地啊。哦呀，我係。古仔，會鬧下路。依個叫做陸軍嘅事啊，依個叫做陸軍事，行啲伊嘅陸軍鬧嘅事，伊請伊嘅3歲嘅嘛，然後你係啲時政喺那邊去地啊嘛，啊，然後個有鐵線嘅，掉嘅。下嚟啦！伊每嚟好啊！你你當叫咪是真正 Jerry 是真正 Apple 咯？我唔捌用嘅，我驚我做一派啊！我驚我做一派格勒派，我燒起來。伊本是會驚個啊，伊會驚個。哇！所以我食錯本無菜，每嚟我就運動。要看啦，就是要看，要。有那個記個馬路啊。什麼啊你什麼如果班長會講 something？ 我要問啊，嗬，啷個為着買嗬，啷個 girlfriend 啊，還是 boyfriend 啊，買去按怎講，去 jealous 如話使你去編一個騙話來騙。哇，安尼看啦。我係咯。是咱感覺講一個安款做咪吼，伊 jealous 咱講騙話，你感覺是對還是唔對嘅咧？有當時是對嘅，有當時。對，講出來是。Depends on 你是好物件嘅，唔好伊結事嘛。Depends on situation 咯，看伊story 上面 story 咯，看咩 story 還是真係是會影響到啲 relationship 咧，就是。better 就是騙咯，還是講真嘅。對。誒，即係講人講對。一個人真正，伊真正 jealous 係另外一個人，特別你解無關係嘅，然後你解做隻然後唔知為咗係咪嘅，然後你去 help 伊，還是 something 嘅事，你再講那時你再解講咧，就是大亂咧，係特別我做唔到邊件係，你咪自己講咯。特別做第個唔知，特別自己個勤考喎，成家梗係做錯事喎，可能梗係做錯。冇辦法嘛，愛讀講好嘛，冇得啲。就是學話嚟講啦，話嗰時就是講。because 我想啦，是講話講啦，後話冇好嘅意思啊。because 我冇講我成日我本身講我心奇奇咋，我感覺就，但是我有 between 我兩人，我咧有 already 有 get 咗場嘢啦咋。So 我是學話嚟講，我是講咯，就是講咧就即係咁正，我係面想，對 honesty 就 means 對冇講都冇夠用。你講係幾好？講更加呢？我那是講都唔未老人哦。一個人講。啊 OK。你話是講都冇講啦，แล้ว直接係你抓冇爆條開嘅嘛？直接放假出來時，你做，你安尼看一直都沒，你係咪是你唔敢講？你唔敢逃避咩？最好就是講出來了，你心個冇呢眼。然後第二條就是你冇物件來逃避可以，我有呢冇物件，我講出來嘛，不要緊呢。對唔對？一隻可能物件嗬，我是老家，頭先講假住學生嘅事啦，我係老家明年，可能解講其實嗬，明年嘅細妹啊，我唔是甲佢牽出去啫，我係 actually 是甲佢牽出去咯。你咪講啊！你別話講，哇！你太乖嘅，你個教我講嘅啊！有當時也嚟講啊，有當時冇書。今年嚟邊未困㗎攞隻名啊！有時想之後個感覺講，哎呦，梗 sorry 呢。我唔係你人啊 ，if 啦，你人嘅大部朋友食錯啦，你人出去食甲朋友啦，一對你到後尾看，一隻到會嘅到頂，你人會安怎？阿咪，樣知唔知啊？樣知唔知道？佢就講我真歡喜哦。
哎呦，我 boyfriend 啊！哎呦，我 boyfriend 好难講話呀。Rumah panjang, excuse me, rumah panjang 都在講係咪叫私人時間哦？哦，跟住你講你是咪看到你收聲？問講特斗半期啦，姑姑一斗出嚟講叫咱去結婚，哦，斗去變態啊，解分數。冇，伊講擔心都去甲唔知住朋友，唔捌等你人騙路啊，係咪啊？若是講我去嘅位是啥？假使講我是大鋪底啦，等我甲伊講啊 ，maybe 明仔吼，我就去甲伊寶啊，甲一個 customer meet up 啊，你假使頭地我去啊，我 feel 到是 OK 啦，我假使講一日唔知咯，甲朋友出去啊 ，OK 本咯。阮假使講啊，maybe 伊當時我去結婚嘅嘛呐。我咪袂笑咯，我成講你唔相信。好啦，我是好你笑。如果班長伊喺感覺到你已經你對人起車。對我起嚇？起車？啊！我實啦，你講叫你啲車會落嚟嘅。嚇，起車未落嚟好似裝。係咪起車未咯？你啊，所以攞佢計簽就報得嚟，所以。對人走。哦，對人走，未啦，我厝度這個未走誒。我個走死。打波好錯都大嘅打波好錯都大嘅物件。走死即係物件嗬。我講還是講你要冚咗，就是冚掉啦，呢度都唔知啊。葉啦，我冇人啊。Sorry 啊，BA 出嚟啊。BA 出啦。我嗰一個啦，我冇人啊。好似買咗。Hello。啊，無我問一個物件，我問老人嘅這個啦，老人會食菜，if 老人嘅大部朋友都會攞老人嘅電話嗬。如果當見人嘅看唔看，嗰一個伊 tracking 咯，如果當見新嘅電話會 tracking 咯，去到落啊嘛。哦，我冇插呢出㗎。我係 track 咯，佢只鬼會㗎。我係看到我係嘛，我當時。Hello，用 Viber 咁講，講特別用 Viber。咁啊 Viber 會看到 location 嘅 ，OK？冇啊，嗰一個我都會看嘛。我對條內容個牛價啫。哇，班長，你梗係唔知啊？我本唔知啊。你知嗰一個嗬？嗰個 Android 嗬？嗰個 Android 佢會看 message，佢會看直接 call 嘅啫喎。啊會啊，嗰度會啊。我講 Viber 嗬，我介紹人 Viber 嗬，伊除了有睇拍 free 嘅電話之外咧，伊會使 set 講會看到 location，你特別開咯，還是無開時候講，有啲乜啊 ，location 打不到哦。啊，你講嘅是你講嘅路上無從是伊。寶，等陣。你冇叫我開嗎？你叫佢開本來看我未使看伊啊。你葉講啊，伊電話係啲伊bằng勁啊，你係為咗開了啊，特別伊電話佢係 by call，佢另外一隻電話，葉講你 call 嚟時，伊就 bypass 佢另外一隻電話就講。可以冇人搞，我仲有再講伊冇人搞，仲我邊個搞過先？了啦，你講㗎了。都別講嘅啫，就愛看上線啦。我咪物件，買係咪就愛上線條你講？啊，叫啥呢？我意思講當然就你電話係啲做白，你啲咪考啫，你咪考嗰日接電話嗰啫，白你係處理入頭 bypass 佢，你咪考佢叻嗰啫。哦，是啊。即係面嘅個事係使講嘅嗬。你特別是冇老師，你就盲對啊。校醫冇接咧，就是講我是其他。我一定要接你 call， 一定要接你 call， 如果你 bypass 佢啊嘛，你講啲錯嘛。哦，明白。我哋錯啊！我都冇話咧，看住你吧。意思講一個心情俾佢騙路咗，就是講佢尋日好快騙路啊！如果是撩人呀，即是只夾你教招嘅啫。你別使騙冇老師啊！冇插路愛路買路，冇是冇老師我就買。冇嘛，葉講啊，呢啲。聽有時候咧，當然去北京啊，你啲馬來西亞啊，伊係啲電話係啲 hotel， 伊日地入電話出去嘛，伊bypass嘅另外一條，無論去到時我啲 hotel。意思係 ATM 嘛先啊？啊，你冇講我唔知。嘛 hotel 冇係happening 嘅物件啊嘛，點都有先啊，你講。嗰陣你都冇做過啊，你物件啊？攞一屆嘅，攞一屆。你教我見 YouTube 出嚟。
ไอ้講嗬，意思嗬，未使除落嘢，大部朋友。我聽冇落嘢。我未諗看，咱特晚咱是講，咱講 reverse 對嚟講咯。你 boyfriend girlfriend 紅某，食頭你做咩物件？然後你是老師無使你講。當係食錯，還是亂食錯？別啦，你紅某食，還是 girlfriend boyfriend 食錯？哦，係啊，一燒 X 嘅小英。啊。啊，燒加幾個 gig 啲 hard disk。哇！這就是真正 DL 咧。其實講我好笑，我好笑。是咯。誒，你計佢係講笑，咪講誒，我好識啊，我未記啊咯，佢哋物件冇重要嘅啦。誒，老闆反正if 你是我大部分，你是我做朋友，你是死啊！如果電腦，如果我係做朋友，我係冇嘅電腦就有時學我做嘅嘛，所以學你依邊平買。我猜我自己係曉笑呢。特別我明啦，你成個毛毛菇講，你看特別你無啦，實講伊嘅 X 伊嘅8嘛，伊有關嘛，有關笑嘅喎，伊有關特別伊有 good memory 嘅 maybe。特別你可能係講，免得意特別你本是心裏面冇識下，對啦 backup 啊，安尼講你算對啦，我做誒咯，我真係係咩？你是教我行，哦，你教下你行到對，你等於消伊 memory 喎。誒，你知我做咩哦？你知古仔人，你知講插講嘢人啊嚇，一個是個細小英嘅嘛，一唔是小嘅下啲嘅啫。你一個細小英嗬，佢 draw 我一個係 elbow 咯啫。你好，我有時要解橋bằng勁，我受佢哋 elbow 係佢到頂，我冇解講，冇解笑咪冇幫行。你就是同事講，我看到你係 X 小英啊。你哋好解我嚟咪係做我嚟邊。你買笑佢，你買笑佢，未必你使笑佢，你係你保險箱嚟邊，是你係使笑佢袋你嚟掛嚟邊，特別你問係佢安呢明顯嘅位啊。阿波，個時你做我借佢一個時啊喎。我那是大本啊，伊就係講你阿姨無阿姨就放一本冊出來掉啊。我就解放起伊個，我就夾起來嗬。我其實講我定住成先正甲伊拼厝嘛，我個甲伊洗厝知哦。安尼好啊！哇好！我甲伊洗，我洗我看到一條小英，大波啊，你就個係 album 你就，然後我個正。真係好正翻笑，因為冇佢想咩，紙冇可能買部紙嘅，嗰陣呵，你可以知，另外一啦，我唔會攞啦，要咁啊班長，我唔會攞啦，我想到啦，伊無教你講，伊有一個 X 過嘅，你有看到這手影你會怎咧？哇，我 feel 到嗰個特別人有 X 嘅，特別看你安怎去，安怎講啊？你安怎用心去對你捌你嘅查某朋友？就是講你會特別想到我嘅 feeling 嘛？還是講我甲你拼厝時，我看到你這小英，我會真激心嘅啫。到底講是毋是伊個想伊啊？啥物？比我本袂怪伊本嚟 ，because 咱較暫時咱個無出現嘛。出現。伊個毋知咱啥病，咱個無捌伊個，咱個無走去伊嘅 life 內邊個。對。咱未必較暫時是伊嘅 memory 是伊一個正。未必是做去第坎考嘅時嘅 good memory 咧。你講佢起小間隻貼壞，你解點解？我好樣好嘅做朋友咯。你真好啊！我冇，我未咯，我是歐版嘅咯，我硬係唔掉 format 掉啊。我 boyfriend testing 而家都冇過。我聽毛毛菇講，但係 reaction 上咗咧毛毛菇。聽看就是伊個甲你當面甲你講哦是伊來啦，我唔要緊，我甲你貼掉，佢咧我甲你講是 skip。攰啦嚇！我放 confiscate 佢了，嘅夾樓啫。你問啦，毛毛菇，我是笑啊咯。聽啊，毛毛菇，你袂使安尼款呢？你袂使食錯甲你嘅朋友嘅 X，因為
你朋友，你下面你say人嘅伊，是伊個了是伊嘅 X 做嘅呢款嘅，人嘅智慧是人嘅經驗做嘅呢款嘅。So OK，你等陣，伊是呢款是因為個了伊嘅 experience 個了做。嚟，所以下面你say人是 actually 伊嘅 X 做嘅是呢款嘅。冇是白應該掉 ，it's not，唔是之類。唔是之類，真呀。我講真呀。OK。唔是之類，真呀。平常嘅效應，嚟香港 ，OK 哦。哦，我知啦。我咁平常啊。個有 video， OK。個咪算都未使。伊人講就無地了咩？有地個，是路有地個。冇伊不有地個。嗱是安尼款呀。嗱是安尼款就用呀，你解 scan 咧解 post 去 Facebook 裏面。哇，好笑啊！你未使做呢款嘢。幾人啊？浪，好啊浪。好啦，講嘢啦，即係做唔假啦。解 scan 去，你咪點搞個解 scan 去？那是 post 去 Facebook 就貼了咯，老人。對，冇了，那是我為咧是 accidentally 做派 damage 個未好見冇數嘅嘛。咁樣路計講啊，你唔驚咁樣係幾 cloud 樓頂嘢啊？冇啊，伊到底嚟打嘅是伊 read 未掉啦。即係耶穌了啦！我成日都出口就後悔咯。是講伊係小 N 嘅 dead 是 recently 嘅咧？冇可能，係講伊係 dead 是 recently 嘅。這裡是貼面啊！我講係講伊係你上呢？這是貼面啊，也車浪呢個。我講過啊，個 reverse 個帶講過嘅 confirm。好了。哇！你比阿妹你冇咁響。這是阿妹嘅吧 ？OK。影佢一個路喺邊嚟講。你可以。個 reverse 都落過去啊！個 reverse 個帶是繞嘅。哇！好嘢曉啊，路人。誒，講到隻菜特別半，慢慢請起嚟講。咁啊 ，actually 我會唔了嘅事，你按照我唔了，但係我嗰時講你講是上好聽，我同你講，我是講 reverse 到對嚟，你做係咪物件做伊隻錯？係咯，我 every Saturday 咯，9點咯 ，Malaysia time 咯，邊領學緊講話咯。from 9 o'clock until 4 o'clock in the early morning 啊。都冇接電話個嚇。特別呢好啦，我對佢試過出嚟。冇聲嘛 ，catchy 嘛，快啲你家轉移。讓一句啊！轉。我被再講人本來學見了，就只把咖喱冇個粉我噴小妹，我也本來學見。阿 John， 我不有阿 John。OK，嗱，一人講啦，學半分鐘講啦，嚟先講半分鐘嚟。哇！之前伊唔使講我有聽，一個本來學見嘛，我特特只聽，你就我只做工個時聽個放工對嚟 stop。然後我驚講我聽個了伊 episode 嘛，所以我多次係時，我有時本夾要本查去，我而家會聽嘛。你個唔會講，把你聽咪，然後講我聽到一個邊個學見 podcast，你愛聽講買咧，佢咪夾大隻做，你聽我咁愛聽啊。我個嚟 recording 啊嘛 ，recording 啊，但係我個講係東一，你係東一本，我都係做嚟講。你佢講。我俾 recording 女仔都有想哇，我真係個狂估嘢嚟講。然後咪講，咪見咯，是都冇上線話，咪見咯，近住介紹都出嚟講咯，開咯開吧 OK 咯，你咪再講咯。你咪再講，所以就乜？我都講啊，你講，近住我係細眾嘅，你近住講我講，近住我係細眾嘅，講 of course 都做別曬咧。我就等我介紹細咪聽嘛。
你無你伊把佢佢來啊，無再講就是發生咁嘅事咯。都是我咧自己來嚇，係啲得。陣間是打波嚟講。而家打波。你做乜會話？伊會話，做咩數打波嘅咧？冇打波嘅。我打過。我講，你講都唔是打波，我就講。好彩，大媽好彩嚇！我只係講了嗬，就講背條咁啦，就講嘅就應嘅啊，就冇啦。免驚啦，隔離打波是阿關嚟啦。就 dimension 嘛。冇，伊講打波夠熱嘅，打波夠熱嘅。隔了是有個 boyfriend 有波啊，隔了啊，你看咯。你個叫何？有冇？係嘅。豆嘅有你哦，對。龜山尼同埋講論，而家佢勁正論，而家冇正啦嘛。唔要，龜山尼。掉驚。我而家殺咗啲嘢多，殺慘就已唔制頭唔制背。咪冚，講錯啊，更可。OK。點解boyfriend jealous？嚟 jealous，講嘅 jealous 嚟。講你做蝦米物件了？哎呦，lesson 未講過，大媽 lesson 都未講過。冇啊，我是蝦米就阿俊都就知我是小女，你會咪是邊咧學緊嘅嘛？我個聽你 personal 嘅嘛，加ring the bell 嘅嘛，伊講哦，大姐你到嚟邊車開這個物件三行亂死呢。不都嗬，伊講嗬，愛 recording 又嗬，你愛聽啊，你特別愛聽啦，你愛聽 ，because sometimes 未趁 join 咧 ，because 伊就來我嘛，來啦，你在我時間做工無夠長，我冇背我。但係我做嘢方面，我計琴起啊，講免聽。冇喎，我未喎 ，because 嗬。我暑假聽阿俊笑嘅事喎，我喺度裏面車開車架笑啫，伊特別講亂。開車是。伊講我笑真亂咋？你冇把打扮我偷換伊 handphone 嘅 ringtone 咪就我笑嘅聲係。誒，本好 good idea 嗬。都冇出聲接喺電話堂口啊。只 phone 其實就就是聽到我聲聲。冇啦，冇伊做電話牌未見啦，幾倍都聽。你講你單 iPhone 6 Plus 6S 出嚟時間做咩？係屌咯嚇！我 because 我唔是係咩咋，我唔是到那邊聽嘅咋，我本行路本聽阿仔講話，等機會車本聽阿仔講。我咪去教外錯。伊講我聽阿仔都記對阿仔啊。阿仔搞事咩嘢事個四字阿仔。你問乜句話咧？你亂講咪睇我我走啊！阿 John 你嗱佢係咪 make lesson 啊？有件嘢補嘅幫讀要嗱我都知啊。一定。呢啲使唔使解做成隻物件？誒，John 啊，你落 KL 嘅時候，你小心就係做緊而家你落。掉你把手幾年嗰陣。哦，講定住講特別揾路車位置，你講講嘛，你講本啲台灣嘛。特別你攞停啊，你攞。但我明啦，我係講就隻錯啦，但是講會講隻錯啊，我係自己嘅經驗啦，你想看啦，我 Bruce 拜，我對馬來西亞時啊。只人只 attention on 我嘅個，你知道？所以那是一隻錯啊，一錯唔得，只個單個去到落去咯。阿咗我冇รู้啊，阿咗我冇รู้啊，你等間你教我人講話，反正就點只嘢只錯。你個比較聽嘅。並非啊。阿咗啊，我10年啊。10年啊，就錯乜嘢？10年啊，你就錯。你冇見過10年啊？講就錯，特知就錯咩？有時即刻變啊！我諗個 trust level 真係 establish 呢幾年，我都就17年啊就，都我諗冇，安尼少少物件冇去亂咧啦。有，就是特別好，你想看啦，嚟講我真係我對佢時我個是。
佢就 popular 就一個等嘅物件，咁咧就朋友，那是伊愛食菜啊，是就有理由本啊，我本那是講伊食菜嚟講，我本明白 ，because 我 publicly 安尼自然，安尼我睇下咩事啊？你點解冇講？冇啊，阿 Bruce 你講。未啦，依家就冇，阿 John 我冇咯，你硬哦，阿 Bruce 伊會食下面菜咧。啊，冇咩隻菜喎！哇，你好啊！呢隻菜係啥咪？我那是隻 lemon 嚟嘅，我唔講隻 lemon。不過呢隻菜是我係決定到嘅時，即是我唔是講 actually 算起來是我唔對啦。我係 active 嘅人嘛，我做隻物件，但係我做上隻物件哈，但係我冇咩看到要咋。所以我自己這邊做啲做咧做當做晒啊，時分到都邊啊，佢自己邊嘛看到一半咁正嘅話呢，佢咧呢度食菜啦，我知道，一食菜是咁我講咯，你講你做呢隻物件哈，變做我人嘅 time 就冇我人 time 變做成個 roommate 嘅那件嘅，所以係時期我把自己兼，我把自己兼房間我都係好啦，講我但係講我咪做隻隻，那時候錄音嚟講下。特別確定有帶咪是就 spend 個馬仔嘅時候，你睇咯，都係梗係識做啊。哦。經驗嘅了啦，都去學啦。是咯，第三馬仔我就去 Queensway Mall 咯。你乜但我幫去 Queensway Mall 啊？哇！啊，拎個筆嘅。唔係覺得就冇你結果啲。哦，你特別就話會曉睇，特別會曉行嘅呢。對，阿真。大家先講，安怎講？伊生日時送你一個很本嘅話吼，是伊生日時話送到等於一隻很本咯，還是做別搞吧做啦。我想 free 吧吼。你未看伊很本呢是 A 呢，還是 S 你知喲？人哋默默講了。所以嘅 friend 所以friend 你係個未曬咗。有啦，好啦。我俾你講笑咧。阿 John 唔是愛嘟票頭咩？冇啦，愛咪是 A 頭。哦，少。誒，豆嘅講擼啫。哇！呢個段啊。不是變隻錯咯，我有時 sometimes。咁我聽啊。Sometimes actually 是不是我自己錯啦？因為我 last time 我做工mean sometimes 不是本邊那個本邊時候嘅，我係使放學9點做工啊，而且做工到1、2點鐘轉到厝嘅有時。所以就。冇 last time 因為 last time 剛剛 get account 剛剛from Hong Kong 來 Malaysia 嘛，所以就那就領這 account 起來咯，所以有北美嘅我咪講你講我，你做工做對你工做個對我，因為我家己是做這大嘛，所以就伊出去做工，我出去做工就係拿困。然後對點先嘢啊，是拿困到會咩咯？你動機咩？動機嘛，冇咯有咯不是 every week 有 meet up 講啦，不是有香港冇講看嘢成做，不是meet up for dinner 講咯。等到諗冇成8禮拜出去行拍拖啊，就肯定不是冇應付咯伊。啦，你食錯啦，別啦，我不是 last time 我有錯本嘛，所以伊做嘢名啊嘛，我本是冇失手以來，因為伊sometimes一陣伊做工嘅那個大名啦嘅 network 啦，sometimes 就是啱啱一人嘅都。OK， 等陣好，我會回到上面嘅。Let's say 嚇，亂講嘅路 ，OK，at least 講你。正式係夾冇嘅嘢 ，actually man 咧，成日就講，而家咧夾冇就係講，就講你看到係隻水嘅人啊，你看到係隻水嘅大波，係隻水就冇你看到啊，你會 point out 又講，你看人道嘅，我老闆，
我阿俊，我教我某吼，我是无像嘅，我能看查甫甲查某嘅 fashion 嘅。我唔係，我未講佢哋，我比較 juicy 啦，唔係，我成日講，喲，即刻 hot 咯，然後你成日講，你另外字。哦，對，我是講有隻查某看得實事，我甲伊講，代表我讀較最睇我。伊頭我較最，我睇你下最。特別伊是看你把手機看多成嘅，個嚟未รู้嘅。哦，即係看成有影時候。你個嚟未รู้，有影你講有影係睇รู้嘅。哦，你講冇影係講รู้平嘅。啊！叫人嗰下最後。阿俊咧，你咧？我當時講嘅，我當時做就係看，我講做就係看拍照拍好看，冇看咪了然，所以咪。知嘛，聽過嘛 ？I think 我想看都是 it depends on old couple or new couple. I think old couple 較 A。然後我甲某呢有陣時看我看哇，大我水，我講she's good looking. Yeah. So 你會 communicate. It's it 隔了落來都是 communication 隔了就對啦。對，我是平時吼看查某吼，伊講你看我無水啊，我看大家查某。你查某地教呢？知唔知我嗱查某冇成啊？對。我無知那些無人做看嘅話，應該較最達來啊！我無知那些啊。哦，是咩？佢咪到到，你接大邊啊？可能。其實我當佢落嘅都，但是變得好嘅。繼續嘅 ，OK， 再講啦。講開頭，我古早嘢食錯嘅話，講我是唔是 lesbian 都係嘅。真係。我講下頭。我特登，只我是講，哇，嗰個查某領嘅大呢。好啦，領大嗎？咩？你講咩？你講我特登看，哇，嗰個查某。這水卡咧等你水哦，你咪是腰咁嘅卡梗係 balance 了，應該大就冇計水呢。應該是歡喜嘛，你計講過，咁唔是自己看啊？我 feel 到要淡薄，我唔知。有看查某，你看查某㗎啦，無水啊，我看下個水。也是都見，你莫講你家己。我樣啊，我見我做咩咧？Rumah panjang,我每都 rumah panjang. If Facebook 啦，at 啦水查某記號嘛，只錯。應該我們at 嘅查甫㗎了嘛。唔要緊啦，你講。好啦，有時話介紹妹哦，啲查某係咪人嚟？你水本可以，冇，你只錯俾曬可以看出，你只錯嘅至高境界，你講哇，啲查某先啦。人啊，會使介紹我爸咯，佢水呢？伊有把住個大女呢咯，係咯。不懂啦，伊講你 lesbian。我是佢，我都講啊，即邊嗬，冇啦，我唔使得罪啦，邊頂冇咪人打嘅打波看嘛，所以話看查某咯。哦。你真冇人打打波看，你咪叫冇加發大粒嘅。是咯，你冇看咗人打。你做咩看幾點嘛？嗰度，你讀嘅呢就2點幾啊，就佢都冇讀啊。冇，人佢查某有時樣請家姐，都講啊，我講哇，嗰水拎得大嚇，我唔知食嘅，我看者，等陣我看者啊。有看咯，你看得嚟看本啊，有啦，邊頂有本。去巴拉講啊，香港有咯。巴拉講啊，佢只咪學口蛋嘅呢。我見姊妹有而且開始講，定 stop 下，我對，我做一隻頭上面咧，我去食豆米，我去做 gym，sorry， 我去做 gym， 阿妹是啊。然後我咪去做 gym 咯，我個機器啊，伊開始我頭一機器嘅時，伊來偷看我咯就，佢再講內邊個咧，特別個諗嗰隻是隻人豆嘅嘛，你過來偷看我，你個講我係細咗講。ลูกไอจอยบอกจอยแบบไม่กล้าบอกลูกก็บอกจอย啦你幾時我會看到一個識看無掉咯，係咯。哎呀，你食錯嘛？你講是你看出嚟水水嘅大話咯。喏。你去到幾間？我看啦。你去到幾間？
來去啊！你去到幾間？咩？你去到幾間？我哦 ，sorry 啊，你講冇機會啊，迄邊你冇查某嘅機會，你看未到咁食未到。嗰粒是大波隻嘅。我講啊，我講你放心啦，我講你真放心。轉咧，我多謝㗎啦。啊，嗰粒冇咁魯本呢。嗰粒別啦，講 sorry 啊，我阿姨唔買話。係咪咯？阿飛學佢講啊，係你執到篤嘅位啊，裏邊有一個，安怎講啊 ，trainer 啊，佢引導我，佢報紙啊。hello， 我看，hello。哇，都幾冇啦，到邊咧？我現場都幾看。好。唔知到裏邊啦嘛。你陣間你看嚇。我特別講。有淡薄上加，我小華有淡薄上加。是啦，就一淡薄講。Terminator 我哋邊嘅。嚇 ，Terminator？我誰是那個啊？伊上加，佢是下晝，我哋 feel 咧，佢只關咗咗。一行過咧，後尾咁講，後尾硬嘢，我哋我近緊。伊若是有關，若是伊有關過180 cm 咧，啊，你哋使查上去，若是 A 佢你免查上去啊。關過，我第一次解釋行過一邊啊，好，我教佢一邊嘅啊。我路老不教會咯。哇，咁多，我講一次，誒，rumah panjang。Rumah panjang, bola pisang tu. 我妹但我這邊數冇話佢這邊數講180 cm。係 A 啦嘛。安裝關嗎？你關嗎？你話 A 咪是數噶 ，A 咪是粗別。伊人係特別 A， 我冇啦，我都係特別 A。哦，而家咪 A 加 Q 嘅嘛，唔是咩？Actually，我內行嘅咧使關嘅，我冇數噶。阿 John 唔冇想嘅啦 ，John feel 冇想嘅都 testing 看。冇不插，我講嘅冇嘢使。哦。特別我嘅加 Q 嘛，唔是咩？嘅 not necessarily Q 咧，嘅冇就做就騰訊。就是講一嘅，一邊隻咩呢？我冇插啲多 package 看出來就水對呀。冇啦，有咧嗬，嘅嗬。一 body 看我考試上，特別一報道看到 six pack 哦，我看到 hot 本嘛。哦 six pack 啊，哦你是係你啦，樣叫做hair，就看到你 hair 頭都會白起一個字啊。你嚇 hair 頭白掉？點我就 explain 咗？咩係 hair 頭？ hair 頭啊！你是講一頭係未知頭對邊？一頭未知頭對邊壓係走嘅辛苦嘅字啊！哦，一條一頭啦，哦，嗱，是叫做 brown bag，本來你就俾 hair 你 brown paper 誒，你 brown。就咁講啊！我咁講，會你發波啊！嗬，你無管呢邊人手無人手啦，你看伊個，你看伊個後尾啊，伊個背影啊，安怎講啊？伊個，你看嗬，一行落款嗬，甲伊起來款嗬真重要，伊人手啊伊。行路穩固，佢都袂嘛對。對。你看你要改做咩啊？哎呦！是啦，I mean，你看爽嗰種啊。誒，我妹啊，喂大貓，路啊，冇邊個？跟住我妹咧辦。你感覺你看大波啊？嗱，當我哋就俾佢咯。你要見你唔是講白意就好啊？面唔是 boyfriend 嚟嘅啦。你是看咧成日老皮強會係一種嘅感覺嚇。你是看下面物件成日感覺第一 attractive 係啥物物件？大波嘅喙。哦。係啊。啲喙有時講成個種。你知我暑假看上搭嘅大波嘅喙咧，就是上個那麼上啊 Johnny Depp 啊 ，Johnny Depp 啊 ，Johnny Depp 咩啊？你在係咪啊？你在 Avenger 裏邊啊，有一個 Loki 啊，佢就是伊 brother 啊，伊個喙 Tom Hiddleston。
我唔知啦，我唔係，actor 名是 Tom Hiddleston，你是阿毛 actor 嚟 ，Loki。Loki 哈，佢除啊，嗰就佢 app 啊，然後個係啊。哦，你是講你看你吹啊？嚇，都冇聽啊，你做下你啊。一聲吹吹，你個暑假伊啊？哦，你就在一吹有一個，安怎講成一個 shape 好成。我知啦，我明白。你明白哦。逐個吹，逐個吹。阿寶個是上個，阿寶個是上個，嚇，逐個係吹半水。你就你感覺講你吹段薄薄啊嗬，你笑時成個有一個 shape 出來真水嘅。頂面跌跌。你吹段，頂，未啦，係咧，冇有一個 shape 成個，你講 Joker 是 Heath Ledger 啊？你講 Heath Ledger 啊？係你講係你 Batman 嚟嘅 Joker。啊 ，Joker 咪是 Heath Ledger 咯。啊，那 Heath Ledger 是 Joker，特別唔是講 Heath Ledger，是講 Joker in general，就咁咧吹人哋多多啊。多Joker 唔關呢嘢。啊，แล้ว你會大人肯誒。แล้ว個係咪都真係唔現做喎？嚇？哦 ，OK，諗你食飯啦 ，OK，sorry，我俾。拜。你真係吳彥祖唔現做 ，Daniel Wu。Daniel Wu 啊，徐虎。Daniel Wu，我係徐有水個咯，成個。我未都諗，一個 Malaysia 嘅 artist 冇變咩？嚇 ？Malaysia 嘅 artist 冇啊？徐伯伯啦，而家徐伯伯，吹，我冇時間吹咗伯伯嘅噃。點做咧？冇啦。個人喜好嘛，就你講咁看出嘅，有咧目睭就俾成個一大啦，特別個就俾單眼皮嘅啊，一大啦，特別一個單眼皮啊。看轉者。我係隻四，我係隻。阿左你隨時。我也冇份聽，直接都要去過嚟做啫。馬上報名啊！咁樣。佢都講係，佢講人做超人嘅時就係演員，都就要吹啊！哎，吹做乜嘢？冇啊，嗰啲隨時咧 OK 啊，嗰啲吹。播嘅，阿媽係吹播嘅。嗰隻上真係啊，冇時間開嘅咯，成搭嘅咯，啊，真好快。有白人咧，白人打波 ，lesson， 哇！你看到係咪雜波咧？嚇，你看到安怎興嘅雜波咧？嚇，你係波食菜。唔食菜啊！我啦老人未食菜啊，菜啦當今 because 拍拖緊嘅久啊，嗬。會知啦，我人特時小看 handbag 咯。看 handbag 嚇？看小個 handbag， 食菜看 handbag。哦，裝個 handbag 嘅水啊，你講。係咯，是咯。哇，咁樣。真係奇怪。睇啊！嗰個你邊嘅個是蝦米啦？打波係超，伊係這邊啊，伊這邊嘅超啊，這邊。伊係有見，有當種有淡薄冇毛就坎坷，嗰個我將。就看我只有做，然後特別看咗成個有淡薄青筋嘅，可能就係圓嘅嗰種。你想附件淡薄嚇？你冇變到一般邊嘅？係你係去 gym 嘅啦？冇咁講，我咁講啦，暑假看嘅咧，伊無嘅咧，我點啊？哦 ，OK。愛看啊！你日日到嗬，你去伊厝嘛嗬，你 print 出來一個 photo 你黏到跌位。我放棄啊！我你帶咗節攞。你是講咧附件嚇？你咪是去隔籬粉絲嘅聽壞超。馬個變車死。你看，一個大波嚇，一個 handphone 嘅時候，然後嘅是一肩會抱出來，或者我就平頭啦，講一成個有一個。耶 muscle 嘅一個盤啊！來，講哇，lesson 來嘅，嚟看嘅超食嘅。來看，驗看。I got bad 嘅嘢啦，I got bad 嘅看見咧。你同我係笨笨差唔多。喂，我冇嗰隻啦，我特節驗條別好我看，愛叫我刪嘅。哦，個啊，即係有點聲啦，一禮拜頭做幾嘅咩？鬥嘅。
咁樣有你出嚟看。哇呀，咩啊，咩看啦？當嘅嚟看嚟，A 啦。你搞你手機嚟看，阿莊都搞你手機嚟看嘅。你咩看法定話超啊？手背啊別，手背。你咩看法定話超係咪超？anh做你幾時看喎？日日話想激甩淡薄嘅字啊，要超就激淡薄甩一個堅出來，咩啫咩？真做乜事淡薄，起碼事淡薄。真，我啦，一人嘅超。我冇機。旁邊嘅。你去注意，你去 gym 嘅時候，你注意，你看喺大波嗬，一部水啊做個落波嚟嗬，一夾水罐下面揾好嘢超本茶水嘅，就你看到波。嚇！一夾水罐你咩事？一激甩淡薄皮咧嗬，一超過起淡薄下你乜所謂？見啊，出嚟嘛。叫你揾翻ลูกJohn ลูก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ลูกตัว不ก็一個 recording ลูก叫事情攞嚟可以看。哦啲嗬。唔買手多隻嚟叫，我事情等住由我嚟掂。事情啦冇手多隻，事情啦成一隻噸。我羅馬笨啫啊！我做看。性格掂ลูก個仔。係咪啊？性格真錯。我做看你 video 嗬，你有想個古仔係一個邊咧，我見人哦，一名鋪波啊，阿種你會記過？哇，係。啊，一邊加上個鋪波反樣。即係羅文章嗬。啊。哦。我看。一邊加都面上嘅哦。你是個愛啊，羅文章。嚇，咪上學啦！你成個古天樂喺個櫃頭學咧，佢哋湊去他。哎呦，慘嘅！呢度俾安怎講啊？呢度俾成個 chocolate milk 啊，喺嚟食咯。到我哋啊，梗係另外隻我哋嚟。哎呦，真好香啊！哎呦，嗰真係唔係阿妹，我同你講啊。有時講好阿妹見房啦，就係好房啊！我要死咯！小慧本個冇大正啊！我一個大波好定住啊！一個大館嘅明星啊，特別怪古本嘅啦，我房你約個老公家姐去做工，我變成啊出花呢！哇！你死啊！我個朋友我當樹妹話，哇，today your mood so good 啊！咁樣講 ，OK，I do for you。哇！我朋友喺邊哦？嗰時差唔多，可能廚嘢就媽就講啊，別講同佢講啊，白招事。哦，女特別是單人片嘅種嘅咧。哦。一下我朋友穿一個藍色嘅恤衫咯，就大波啊。啊了。大波藍色嘅恤衫嗬，一穿一個 jeans，我個眼爆啊！我講。哇！死嘅。我到棚裏邊，我個感覺講。哎呀，咱未使上過頭坐落去㗎，要笑得。特別咳咋，我嗰陣，講啊。問起來。我咳咋去背頭大咧去台灣嘅，去台灣我這邊是台灣查某囡仔，這去背嘅時了無講話，到尾講到話是講，你看到沒有？伊個開煙頭呢，我個水啊，我肯定錄背機特別甲翕攝影。安尼看咯，查某嘢拄着伊出界啊，好來啊！哦，就是講嘅查某嚇。查某看到女啊，講係查啊。冇啦，迄個明星。哦。我係查某嘢，隻錄背機咧，咁隨翕攝影嘅。哇！係啦，較早就牛仔啦，本身人大本咧，一中國廣告隻錄背機去學得個咧廣告嘅。哦。等陣啊 ，laptop 冇電，等陣做到乜嘅？等陣啊。做到。等陣我 send 隻手影後你看，等陣我 send 隻手影後你看。我炸出去電腦成對冇電咧，好死啊！等陣啊。呢個是對嘅走啊。等陣啊。呢是對嘅走啊，全部。等陣。對，等陣。我去叫我 phone 嚟啫。死咯！可能看流耐，為咗可能看流耐。毛毛故事困咗嗬。毛毛故事得嘛？冇啊，
冇啦，一啲小條安怎食錯？冇啦，啲小條。不，我為了我講你接落來問你看食菜哦，像嘅，伊來無你把較鹹去嘅，係啥物？唔是嚟看食來。冇啊，只肯較食啦。哦，只肯較食啦。所以你無解講，你地下啲了，你教你巴死啊！要講，安怎咪係啲是歹嘅？有啦，伊講，你明明 discard 掉了嘛，咧按照會被 read 去啦，我唔知咧。我真係冇嘢去電腦點會。譬如 EQ 都短啲打，normally。啊，有 EQ 都短嘢真哦，你啊 EQ 都短嘢哦。特別特別你啦，三你算啊 ，within 呢個 period 啦，你個伊個 period 啦，伊個咧食菜正啦。有較鹹，first 2 years 較食啦。有加路哦。你是唔是？你有 feel 到有成個是有成個冇咪 worthy 嘅那感覺，我睇就實是，就講係。安怎講？我成日講，你係啥感覺？就講伊有可能直接會賣話很嘅感覺。哦，未，即個冇。哦，你俾一個驚啊！but 伊是成個 open challenge 你安尼呢？open challenge 啊！我就係愛嘅。伊個調啲好多就係講伊是安尼款呢。所以你愛去 fix 搞。哇！小英來啊！小英來。愛去幫 block 可以。得。哇 handsome 啦。đó cái bạch chiêu nào lúc phải bạch chiêu á cái bạch chiêu是大女嘅嘛特別是單眼皮你別講是啱啊特別個無講只大喎你全部是報喺笑嘅時啊我第一看到啊阿豆變隻小英去啊又即係落嘅 boyfriend 超本隻水嘅老講是啊我拍咗 print 錯print 可以print 好路啊係可以落嘅 boyfriend 日本啊你幾時多落嚟？有一笪嚟住。對。冇啊，我同你講啊，特別可能未見人看好啊啦。冇啦，我直接都冇女 boyfriend。冇女 boyfriend 啊！John，你應該冇。東京咩？一看到嘅小英困掉頭殼，你嗰時伊 boyfriend 困掉頭殼，伊愛飆其他一邊衛生。嚇？係咪嘢？係咪嘢？哦，那咩？行嘅嚇。要食物件先行嘅下來。你看到啦，你睇頭尖面啦嚇，你 boyfriend 頭尖上尖。我唔記得咩每一，我成尖隻人頭嘅成。哇！你咪計講。要聽喎。一要就錯，如果要就錯啊，就叫。因為頂是別啦。啊啦，有你啦，就錯來就錯去，反正一輩子嘅咯，要我就錯慘啊咯，我冇愛人啊咯。掉本啊，掉啊，對。你冇，我是講你冇就錯，你就是冇緊張。你冇緊張誒，我知道你知係咪有講我爸爸媽講個 Bible 係看到 location 嘅啊？有一班嗬，我冇去插時候去到老本嘅路，你唔話。做咩數都一刀咪看我 location 嘅，我對全部咪看，我見到都唔咪看，我 OK 一幫刀看到你下。When 你緊張時，你驚你 lost control 啊，有當時咪看得好啊。對咯，特別我計講，而家做物件冇相嘅，就錯嘅事唔係簡單嘅。哦，就錯起來是你做物件。啊，是講我係。冇啊，我是講笑你估計伊啊，明白啊喎。啊是，伊只淨係起笑，我 feel 到啦，我感覺伊抗戰是安尼咧，伊只淨係起笑個搞我亂嘅咧，就是講我搞我嘅 ex 出去嘅話，伊會起笑咯 ，because 你我嘅 ex 哦，伊之前對我真無好嘅嘛，所以講我可能對佢可以無理嘛，所以咪起笑咯。講伊只淨係起笑嘅啦嚇，伊起笑穿起笑。情背上。我講一起笑我未見過，嗰啲贏個冇。maybe 就怕 ，maybe fighting 我贏嘅。哇！已經
快點揾佢行嚟睇。喂，小等啦，咁成個嚟聽就。我哋拍叉掉。頭講嘅事咧，係我冇日講嘅就默估值嘅啦，咁人家講條。唔錯呢，咁都覺得人家講。係咪？飲條嘢。我諗只好嘅，冇只錯嘅。係啦，佢哋講冇 confident 嘅。冇 confident。特別聽到冇佢講嘅事，冇咩時候講，我小龜頭 confident 嘅人啊，嗰個舊隻錯。你個舊呢個結地好聊啊嘛，所以咁講中屬於人看對人。其實啊，你識正式有 confident 嘅人係特別隻錯嘅。你是想講你自己有 confident 嘅人，梗係想講隻錯。because 你有 confident 人，你都冇去想講人看你安怎咧？你是冇看人安怎看你你就。我靠做嘅成個就有 confident 嘅。我 feel 到係 jealous 㗎，只 jealous 啦，即係部我都講亂㗎，只亂嘅啦。我 feel 到遠距離戀愛啊，跟 long distance 啊，安尼款嘅家姐咧，因為為咗小數啊，很個 jealous 細項嘅數據保護咯。你 communication 係少啲嘛？還是你冇？我講。特別嗬 ，even though 人介意估啊啦，人都係慢慢都係被意愛下面嘅啦。對。那變咗你咪會被 jealous，所以而家是在講做乜嘢冇解咯，買咗。你人假如是唔是講無好假如，唔是講人下面嘅隨數，而是。咱慢慢啊，嗬，在意愛下面啊，嗬，咱會被做一支紅啊嘛。Actually，若是講有 maturity，就別講食錯唔是 unduly 嘅食錯啦。Unless 啊，伊有呢有其他過分嘅嚇，如果食錯，就是應該啦，對哦。別講，對哦。講，如果是有呢做一無食錯，就是死白了啦。袂本啦。啊，然後若是講淡薄食錯 for nothing 嘅，不是 too much 啦。係你是有無 confidence at all 啦。我再講我一個 friend。一個以前啊。我人出去，逐個出去 meeting 去食物件 all that 啦，然後有時 travel 做工哦，係咪嘅了係？然後啊，我逐個看，啲人打波嘅了啊，伊冇電啊，啲吹查波，no。然後你一個人喎 ，never 唔捌嘅，蘑菇不啦，阿 John。我講啦，咁樣咯。阿 John，แล้วจริงๆสิว่าเจ๋อว่าหมูเนี่ยก็มาไอ้จ้าอีหลังสีตาปอกกันแล้วที่ช่วยจ่าบ่อ่ะบ่ตีเนี่ยจะช่วยจ่าบ่ลูกจีหลังเนี่ยจริงๆเป็นลิมแต่ never ที่ช่วยจ่าบ่แล้วก็ว่า講一句話你學我請起來你講我係บ่啊是世界最好嘅จ่าบ่ the best wife the best mother and the best daughter-in-law 哇所以講若是講我去找查某，互伊知着掠着，我是隨時路一條行爾，我袂冚，我袂冚打一條。呀，所以講我這條我練手，and 這個唔是普通嘅人呀，這個人是 somebody 有地位嘅㗎。教我講一句話，所以我對佢想，對啊。伊講一句話對哦，若是講你做甲上拜，你是第一好嘅某，第一好嘅媳婦，第一好嘅媽，迄個人要過去外口，過去找別個，伊就是就愛想過一道，對哦。無達你愛嘅人嘅。嚇，你若是講有影，伊個是安尼做嘅哦。You can always say bye bye, forget you。所以啊，對我啦，伊講嘅 principle 第一參嘢，所以唔使啦，唔咱個做夠了嗬，咱個做，咱個良心在嘛，對。若是講伊會看你嗬，安尼看你啊，佢較好過，哎呀，我買位啊，
我唔是為為了買好我寶掠掉，伊是為了伊寶呢好伊袂使 risk 無了伊隻寶呢看。啊，對，所以啊，過了咱個幾多嘅時候，若是講你點點驚，他咧翁行出你門哦，我媽，即條我媽教我講嘅啊。若是他咧翁嗰啲厝都是你嘅，出去外口是隔了人嘅。伊講啊 ，unless 啊。他咧司機定去觀察，巴如講是位翁，呢是我媽教我講嘅話嚟 ，OK？ 所以我 always believe that 若是講你安尼驚，逐項驚嗬，走行出門，咱人未食未困，是不是啊？哎呦，唔知邊隻水，唔知安怎，咱人家己驚嘛，所以我做咱家己驚，咱人就愛，互咱家己清，行出去，就做對來就是咱嘅。變到搏氣了。啊，那是冇對來就是 good reason to bad rubbish。係啊，拜拜啊！呢度是地位。地位是講幫有 status 啊 ，position。position status 哈 position。John，我一個 John，我個 jealous 唔是 human， 我 jealous 個 pet。呀，伊吼伊對來哦，伊會使用伊個半死，伊叫個半死啊，伊無叫我聲，伊叫伊聲，伊嗦伊聲哦。แล้ว我旁邊啊，所以我會 jealous，แล้ว我特別掠伊來罵，掠迄個司機卡來罵，做咩事伊小女聲。我เข้าใจว่าชูโบแพ้นี่แพ้คือเราสายังนอนเล่าว่าชูหลายแพ้นอนเล่า我知。一聽一看佢寫只個情緒嘅啊，然後弟弟過掉一千啊，我梗希望我可能 boyfriend。一千個最多啲。唔是，我梗希望我可能 boyfriend 咩事的，我們幫你寫。不，我們幫你寫錢。我先，我都沒改寫。我都沒吹嘢。我這對咩？誒，ไม่สิวตันแล้วเต็มไปหนอเต็มแต่ยังทำแบบโอ้ในกูแบบ download แล้วไฟล์ OK。ลูกขอไว้ลูกขอไว้screen share 10條啊，分咗落10條啊，冇。ปิดแล้วประจาแล้วประจาแล้วลูกขอไว้ screen share 食，ลูกขอ screen share。嗱，即係個是㗎啦，打波上邊，唔知上邊。冇吹準你㗎啦。㗎啦，冇吹準你確掉。啊。你看，我俾過另外一條等陣，過另外一條等陣。我暑假舊嘅咯，你細你咯，我暑假舊咧細你咯。係啊，唔係咯，那是講舊。你而家嚟看到好啦，那是要而家做紅唔通，唔只那面後兜都食子人。就呢杯。唔是，只那面人冇吹準。只隻面啊。人冇吹準。屌，所以我坐嘅好彩㗎啦，當頭俾你。耳大咧，目睭細咧，別講啦，全部水嘅咧，面圓嘅，成個圓超圓嘅，卡圓嘅 ，OK。哦，唔襟打。笑打。OK 啦，嗱我被冚啦，冚打咩啦？你對啦，個半段做耐 episode 佢哋 edit 嘛。我把啲飛過時個來個落個知道個，那是有啦，我看我其實 travel 對嚟成啊，แล้ว咁時人個會就見下節安尼開嚟安尼大打嚟講隻台個樹隻台啲狗有幾時？主要唔是狗是貓。貓啊？我貓，我知，แล้ว是。我被發到有一個笑難啦，cancel 另外一個 topic。而家我 already 有 backup 啦嘛，我教 episode 咧，我不知不叫阿龍起來教人嚟講安怎用嘢嚟 system 嘅，寫福建話嚟用 alphabet 寫，你知咩嘢？
Krik krok. Boleh. Sampai. Ya macam putih ah. Kecap putih. Okay, anjir come down. 啊。OK，感謝這禮拜特別嘅呢，大家早起咧，英國點啦，然後話 rumah panjang 啦 ，lesson 啦，jagung啦，唔是jagung，鬥嘅。日本 blur 啦，日本亂轉咯。我不得有啊。毛毛菇啦，拜拜。毛毛菇問隻咧啥？我特別俾你 hard drive 嘅，你 Actually，第一 jealous 嘅人是無來去俾當金。哦。第一 jealous 嘅人無啲去俾當金。哎呦 ，C or to B？ 哦。OK。我同你講，你可以聽，要緊。我知假是告訴講咧，特別是幾 episode 伊家己這樣講嘅啦。你哋 jealous 嘅，打鬥啊！你見一次辣架啊！佢你就對佢講話咧，because 什麼叫你做毛毛菇？你就佢講即係我哋冇好嘅啊，你哋使用毛毛菇嘅，但佢咁講嘅呢話。毛毛菇，OK，感謝毛毛菇，感謝Jagung。拜拜。拜拜。桂山尼，感謝桂山尼。拜拜。OK，把節咱個講過 ，OK，都嚟聽邊啲學嘅節目，嗱，講到冇興趣要參加做特別嘅邊嚟講咧，我係使貴氣邊啲學嘅呢，而家學者招朋友，佢哋 Google Plus 會，入邊啊 like 邊啲學嘅呢 Google Plus page 下，或者話做先嘅 show 時你兩對收睇 notification 啊，有可能啊，你我個基本收睇 notification， 我個基本收睇 notification 我 what post 是，真係數，少少，都好，แล้วปัจจุบันก็ตัว嚟收聽新嘅話題啦，下個月睇就係拜拜，拜拜。喂，咁想冇聲嘅？Traveling？嚇，做咩事裝機？禮拜日我把呢個 release 嘛，last week 我 release 冇，即係冇啊！我唔知喎，我那時有帶冇落，就是有可能冇，surprise。你都聽，你前期放聽啊！我話車去做工嘅。有啊。你冇聽電話先，你冇聽電話。我有聽。啊！你每晚你都聽過一首歌。冇啊！我呢條show，我條 show 了。唔是聽 The Bell，聽 The Bell 會辦過，我佢就聽住 live 嘅，我會 release 個 live 你應該是冇聽啦，但係 time。聽 The Login 輕咗啊，冇做了。係啦，冇 time 啊。聽 The Link 但聽 The Login。有人愛聽咩？我愛聽聽 The Link 哦，聽 The Link 好潮哦。哎呀 ，maybe 嘛，那是有人愛聽，我個做得對。你是有人聽嗎？你是有特別嘅變裝喎，你聽 The Link 其實我唔知。我跟我做咩會我識做？這個唔得。我會 recall 落嘅 memory 啫啦。我去聽下你邊啲學嘅 episode 下你拍片內啊，我超過俾呢邊度啊，我講。有一個好咧，唔知係咪人一本來啊好，伊個厝直直有迄個，唔知係咪聲真亂嘅啊？你直直問看，有哦，有聽到哦，然後就講做聲落雨聲，我袂記得啦。我講有，真正大聲落大雨啊！我超搞我袂死。人個袂記起啊嘛？嚇？咩嘢？episode 條路。對，我 reverse 掉聽。哦，你聽你有聽你舊嘅，你頭 first episode 幾你有聽舊嘅？
未教個，我是倒落下咧啊，安怎講？無如我聽到。你冇見你個 friend 搞你個你哎呦一部地啊，冇估冇地啊，我想要創地，你冇你下啲隻白刀啊！我弄掉頭，哎呦！你講掉頭。啷個聽，啷聽到對拍邊咯，啷聽到對拍邊咯，因為你是講，啷個講拍邊咯，物件真 serious 後面嚟，喂個有落海先，個有啊，有啦，你個樣啊，你個叫嗰個人點，和我甲伊講就好啊，因為你個樣係你回應嘅啊，你講啊。話含咗係咩啦？咪你係學者多先，你解琴棋咁多，成個人咯。後來我一邊啊人笑，個唔敢笑上多先啊，嗰邊我到佢 office 我都走翻咗聽，我聽到我唔敢用耳風，我綁起來，我驚我聽笑錯，我驚我笑出來。啊！我知好，我有時我要笑死了，你知我安怎？我其實做朋友，我其實做看藤牙位。你話咩？我就看去藤牙位。哦。我都袂包。哦，聽到下哦。我知啊。Traveling 啊？嚇？我做緊拍電腦。冇 in the next several weekends 啊？哦。Because 我冇睇到會來嚟。哦，是啊，你講。Because 我看 instruction 咧，我冇睇到對行我 passport 就來嚟。哦，是，你叫咩？叫你。OK， 等陣我會講，before 我走嘅時，我會講你頭晚會講 corruption，你看到新聞你 recording 冇？冇啊，買啊，cancel 而家。你 turn off 你 recording 冇？有 recording 㗎啦。如果冇 off，個 live 掉嘅啫。live 掉個。topic 會講 corruption 嘅，你看到伊個 news article 冇？70 million。冇，等咪講咯。咪講。冇唔是，我不會得對啦。人會有講出嚟新聞冇？有啦。出嚟。Pimples。所以人冇講半行啦。